石硤尾村重建之後，成為全港第一個全面採用通用設計嘅公共屋邨。由黎曉瑩介紹下。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美娛樓同埋美影樓嘅路線指引。呢一個多功能感應地圖係引用咗通用設計，地圖上面有特字同埋發聲功能。地圖設置喺石硤尾村一期嘅出入口，用咗11萬元設計同埋製造，係全港第一個設喺屋邨嘅多功能感應地圖。有使用過嘅視障居民話，發聲地圖比只係有特字嘅地圖更加方便。你聽咗之後有個 con 再即係穩陣啲、安全啲，咁咪再去摸，咁咪變咗係即係穩陣啲，我唔會話即係引導錯誤啊。除咗多功能感應地圖，石硤尾村仲設有貫穿成條村嘅失明人引路徑，斜路亦都設有扶手。房屋署話，通用設計嘅概念係方便所有人士使用，不論喺家居裏邊咧，即係住宅裏邊啦，或者係村嘅公用地方同埋設施咧，都可以令到唔同能力嘅人士，包括係年老嘅、年幼、即係矮一啲嘅小朋友啦，或者係有啲係傷殘嘅人士，甚至健全人士都可以全部一齊去使用呢一啲設施嘅。房屋署話喺08年底會喺全港嘅新舊公共屋邨全面咁安裝晒呢一啲室外嘅傷健設施。無線電視記者黎曉瑩報道。